博士你好，我有喺度諗咧，其實除咗話個人層面又好，或者係公司層面都好，都要面對一個秤嘅。呢個秤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好鼓勵大家要擁抱呢個創新，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點樣平衡呢一個嘅風險控制呢一個嘅層面呢？非常之好啊！我又帶咗張相過嚟喎。咁咧呢張相咧就係啱啱發明汽車嘅時候，好多馬匹咧喺路上行走。咁當時嘅人咧就諗下如果架車撞到啲馬會點算咧？於是咧佢哋就派一個人揸住支紅旗喺架車前面行，就等架車唔會撞到啲馬喎。咁大家咧都會諗到架車其實咧最快嘅速度就係人嘅速度啦。咁就扼殺咗咧架車嘅能力啦。咁之後咧人類咧就定咗一啲規則啦，或者一啲指引啦。咁咧揸紅旗嘅人就唔再需要啦，車亦都可以行快啲啦。咁慢慢地咧馬匹被淘汰，路上咧全部都係車啦。咁咧呢個亦都係平衡一啲創新同埋風險嘅時候，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喎。用 AI 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唔係一個用唔用嘅問題啦，而係點樣可以安全同埋負責任咁用。係啦，有一啲人咧會見到 AI 嘅時候咧，可能有唔同嘅睇法。舉個例子，有啲人好擁抱 AI 嘅，佢一見到工具就即刻用，完全唔諗風險喎。咁其實咧有啲問題㗎。咁有一類人咧，就可能佢見到 AI 咧就即刻抗拒，完全唔想用，因為好擔心。咁亦都咧影響咗佢個人能力或者經驗上嘅提升喎。最務實嘅方法咧，我覺得咧就係取得平衡，一步一步咁做。譬如喺個人嘅層面上面咧，你可以咧分析你做嘅工作嘅風險嘅高同埋低，將一啲比較低嘅風險咧，可以試下去做先啦。舉個例子，搜集資料啊、整理資料啊，呢啲咧都係比較低風險嘅。而喺企業層面咧，其實咧可以制定一啲簡單嘅指引，同啲同事講，一定唔可以將啲敏感信息、客戶信息擺上去人工智能嘅平台上面啦。所以有一個中庸之道係好重要喎。不如我講下政府嗰個角色啊，因為咧就喺呢一個嘅 AI 治理嘅框架裏面，我哋想睇下香港喺政府嗰方面嗰個嘅部署係點樣去保障咧我哋市民個權益咧，同埋吳博士你本身係嚟自數字政策辦公室㗎嘛，你哋個角色又係點樣嘅？其實 AI 咧唔可以淨係靠政府嘅，亦都咧要同市民啦、同埋機構啦共同去推進嘅喎。政府嘅角色咧唔係幫大家決定用唔用 AI 工具，而係咧一個守門人嘅角色。政府咧會訂立一啲原則，出一啲指引，提醒啲風險，同埋咧推進創新嘅時候咧，又可以用一個安全負責任嘅方法去推進。政府咧喺 AI 治理上面咧有三大支柱嘅喎。第一個咧就係原則，第二個咧就係指引，第三個咧就係應用。咁第一個咧原則上面咧，我哋有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喎。大家可以諗下咧，好似間餐廳嘅衛生守則咁，無論你煮咩餸咧，其實都要遵守嘅喎。第二個咧就係香港生成式 AI 技術及應用指引。就好似咧餐廳入邊廚師嘅操作指引，無論佢攞到啲咩工具咧，佢都要留意一啲步驟喎。舉個例子，會唔會有 AI 嘅幻覺啊？會唔會有資料保安嘅問題啊、偏見等？其實呢個咧就適合開發者、服務提供商同埋市民去參考㗎。而第三樣咧就係應用上面啦，有一個咧政府部門人工智能應用指南。就好似咧餐廳入邊嘅標準作業程序咁，無論 AI 炒出嚟嘅菜係點樣，其實嗰個同事咧都要檢測下、監測下嘅喎。即係好似 AI 生成嘅嘢出嚟咧，同事真係要核對㗎。呢個比喻好形象化，大家咧都好容易吸收到。咁其實我聽阿吳博士嘅講解之後，我發現我哋要建立市民長遠對 AI 嗰個信任，呢個好重要啊。咁所以我哋下一步個關鍵係點樣啦？同埋我哋點樣喺同國際接軌之餘，亦都要建立一個可以係好有香港特色，亦適合我哋自己嘅一個 AI 嘅治理框架啦。而家咧 AI 最重要咧就係信任。我哋頭先講嘅治理框架咧，嚟緊下一步咧最重要咧就係落實一個可操作、可驗收嘅機制。咁咧呢個就係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未來嘅其中一個主要角色。咁研發院咧喺 AI 治理方面咧，其實咧有三樣嘢。第一樣嘢咧就係制定一啲
AI 標準原則，咁咧亦都可以同國際接軌。第二件事咧就係提供一啲 AI 安全評估，令到我哋用嘅時候咧安心啲。第三樣咧就係提供一啲跨界別嘅 AI 合作平台，推動成個業界嘅賦能同埋發展。其實咧政府亦都好積極同譬如 OECD 一啲組織咧係商討 AI 治理嘅情況。一方面咧要接軌國際嘅標準，另一方面咧亦都要配合內地嘅 AI 治理框架，走出一條咧符合香港情況，亦都可以兼顧創新同埋安全嘅路。好啦，咁啊，最後啦，吳博士，不如俾一啲嘅 AI 小錦囊俾大家，當係總結一下，大家係用 AI 嘅時候咧，就會得心應手一啲啊。好，其實 AI 咧已經冇辦法避免啦。用到 AI 嘅時候咧，對我哋嘅工作效率都會大大提升嘅。咁但係當然咧 ，AI 就會帶嚟一啲風險。但我相信咧，市民係有能力可以去避免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記住自己嘅個人資料要小心保管，任何敏感信息啊、健康資訊啊、財務資訊啊，都要小心保管。第二樣咧就係停一停，諗一諗，係啦。第三樣咧就係遇到一啲可疑嘅事情嘅時候咧，或者可疑嘅電話嘅時候咧，我哋咧真係要提高警惕啊！咁咧可以問下佢，確認下佢嘅身份，睇下佢係咪真人。其實咧，真人係唔怕問嘅，只有咧騙徒咧先怕你問多幾句嘅。係吳博士，我呼應你啊嚇，我係真人嚟嘅，所以我要問多少少啦。嗱，譬如而家咧，我哋成日都好關心長者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小朋友，佢哋去面對 AI，譬如有啲人打電話俾佢，或者係生成式內容嘅時候，有冇啲針對性嘅一啲建議俾佢哋咧？譬如長者先啦。好啊，長者咧就你可以提議下咧，佢小心。任何呢啲咁嘅電話咧，其實涉及一啲錢啊，或者咧你中咗獎啊，或者咧又有一份新嘅包裹，唔知去邊度領取啊，或者你犯咗某啲私事啊，其實咧你要多多提醒佢哋。任何有一啲事情咧，其實咧亦都要揾家人去商量下。如果咧騙徒係扮家人嘅話咧，其實應該早早咧同長者做一啲家庭嘅暗號，淨係你哋兩個知道嘅啫，令到咧長者會安心啲。因為長者嘅防範意識咧可能比較弱，所以咧都要多多靠家人咧喺身邊嘅提醒啦。係啊，真係，因為我試過或者我見過有啲長者咧，就收到一啲話係佢個仔嘅電話。亦都係深信不疑，然之後就過錢去嘅。咁所以呢啲喺呢啲咁嘅情況下，佢應該係點樣應對呢？譬如可問多幾條問題，定話係多啲嘅懷疑，令到係個騙徒係無所遁形咁樣呢？係啦，首先咧，我哋真係要提醒長者，我哋頭先講嘅停一停，諗一諗，係啦，唔好即刻聽到一啲咧要過錢啊、好急啊，跟住收線嘅事咧就即刻去做，停一停先嚇。唔好提供任何嘢，唔好提供任何敏感資訊。諗一諗嘅時候咧，唔單止係去核實對方身份啦，甚至乎揾家人講一講，傾下先，睇下係咪一個真實嘅事情先去做。咁另外小朋友嗰方面，因為我見到好多嘅細路仔都機不離手啦嚇，咁佢哋對住呢 AI 生成嘅內容嘅時候，可能啲片段好短，又或者咧佢哋去思考嘅時候，究竟點樣分真與假？嗰個 tips 個錦囊又係點樣咧？其實咧，而家好多 AI 生成影像嘅平台咧，佢出嚟嘅影像咧，大概都係10秒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一啲好短嘅片，但係好精彩嘅喎，亦都可以做到啲好有創意嘅事。咁但係咧，你諗下一個小朋友，如果你俾5分鐘佢喺一啲串流平台上睇呢啲影片，其實咧佢可以收集到好多咁嘅資訊嘅喎。咁呢啲資訊咧，有啲當然係有創意，但係亦都有一啲咧比較危險嘅。舉個例子啦，有啲影片係一啲貓啊、狗啊，喺由一啲好高嘅地方跳落去喎。咁小朋友覺得哇，原來可以咁㗎，會唔會其實我都可以㗎？或者原來有啲更加誇張嘅，甚至乎人都可以跳上跳落嘅，咁嗰啲咧就非常之小心啦。咁希望家長咧可以多啲陪伴小朋友，甚至乎咧喺觀看嘅時候咧幫佢哋選擇，話俾佢哋聽咧乜嘢係生成嘅，乜嘢係唔合理嘅。同埋呢啲片段咧，通常都係得幾秒鐘嘅時間，我哋大人咧都要花少少時間去思考啦。對於小朋友係咪都有個挑戰咧？都
哦，絕對係啊！其實小朋友嘅思維咧冇咁快嘅。我本身自己咧就有幾個小朋友，都係好細嘅。佢哋咧收到信息嘅時候咧，真係可能以為係真嘅喎。佢哋未必可以咁快就已經處理到究竟係真定假，因為可能已經去到下一條片㗎啦。咁同一時間嘅話係接收唔到咁多數據量㗎。有啲情況係唔合理嘅，一睇咧就可能已經知道係 AI 生成，亦都唔應該相信。甚至乎咧，家長咧可以幫佢揀一啲比較安全嘅渠道，甚至乎內容咧俾佢哋睇。